粵語有本字，彪哥話你知。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估一估裏邊嘅臨審呢個詞係咁樣寫嘅，其中個審字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SHEN 可以揾到呢個字喺唐朝李白所寫嘅詩《春錦詩》裏邊有出現，原句係如甲前生樹，楊花玉嬸佳，意思就係講榆樹長出咗榆錢果實，而楊樹長出嘅楊花呢，就好似玉碎咁樣散落喺街上，所以審意思就係散落，而臨審就係指液體狀同埋顆粒狀嘅物質從上往下咁落啊。後來就引申為瑣碎繁雜嘅事物啦。嗱，日常我哋講佢份工啊，做埋晒啲臨審嘢都學唔到嘢嘅，就係呢個臨審啦。你哋學到未呢？關注我，送你7天粵語生存指南。